这是一条普通的溪水，它从大山深处缓缓流来。这是一条奇特的溪水，充满着大山的灵性。它流出过王羲之，流出过谢灵运，它把千年风流镶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。浙江东部的这条清澈的善溪，日复一日，默默地流淌着，流淌着。月山青月山青月水长流月山青，相映一曲梦魂萦。人生百年惜百年，重回首，本惜花春秋。月水长流月山青，几代红菱，几代情。人生有涯亦无涯，为花发桃李满天下。人生有涯亦无涯，人生有涯亦无涯，桃李满天下，满天下。这一形象对越剧观众来说似乎是太熟悉了，熟悉的使人忍不住要上去叫一声王。可是我们会猛然想起，我们所熟悉的其实不是他，而是她。对了，林妹妹就是她。恐怕在江南地区没有几个人不熟悉她。她就是那个碧玉天成的林黛玉，我们心中的林妹妹。不，又错了，她就是她，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。那平易质朴的旋律，显示了如此浓郁深厚的情感；那委婉凄楚的行腔，唱出了林黛玉寄人篱下、多愁善感的情怀。
令人叹服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我们忍不住又要上前叫一声：“文娟老师，你好！”乡亲们，你们好！老师你好！王老师，你给我请个字吧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如果能以自己的艺术感染了这么多真诚的观众，这是艺术家最高的荣誉。也只有真正的艺术，才可能把这些素昧平生的观众与王文娟紧紧地联系起来。来，来，准备好，来，预备，手持着来。王文娟是50年代月苑群芳谱中最璀璨瑰丽的一朵。有人评说，她是一个在中国不可多得的极富魅力的性格演员。55个舞台春秋，王文娟花出了多少心血，从而也赢得了无数的观众。最早把王文娟领入艺术殿堂的，是这位越剧界老前辈，著名的越剧演员竺素娥。1938年，他从家乡盛县带来一个13岁的小姑娘，说是她的表妹。谁也没料到，6年后，这个乡下小姑娘竟一鸣惊人，声震大上海。她就是王文娟。几乎可以这么说，没有竺素娥的引导，就没有今天的王文娟。是啊，我老师做父母把我带到上海来学习，当时呢我只有13岁，但是确实老师是尽力的教我。另外我也向迟来芳老师学习，还有呢姚三娟老师、王安华老师、尹竹金啊，小八娘们老师都教过我戏，所以呢，我今朝有这个一年，我不能忘记各位老师的教导。他演过童生、花旦、青衣、泼旦，甚至老生和花脸。天知道这个秀气娴静的小姑娘，怎么能适应这么多的行当？奇怪的是，她演什么像什么。简直是天赋，一种不可多得的表演感觉。然而，王文娟更多的表演是带着自我特有的性格化。她是个娴静文雅的女性，因而也特别擅长于扮演朝露水晶般的纯情少女。1944年，她顶替王杏花，在剧团里挂了头尖花旦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她开始了塑造和再现中国女性古典美的艰苦历程。《追鱼》作为王文娟艺术风格的奠基之作，曾一度在中国乐坛掀起轩然大波。小姐李玉金是也，秀才长成才智丰硕，蒙他多情，每日不盼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。我为他书房什么，有我不可。在这个美丽扑朔的神话里，王文娟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、纯情善良的鱼神。在这里，神成了活生生的人，他的悲欢，他的命运，紧紧地攫住了观众的心，使观众与之共呼吸、同命运。
如果我们细细地回味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力量打动了我们的心灵呢？我们会发现，除了王文娟细腻真切的表演、娓娓动听的唱腔外，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，就是鲤鱼那颗善良而纯洁的心。这一点正是王文娟用自己的艺术揭示的两大主题：女性纯洁善良的心灵，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。至神至怪的剧情，并非越剧的传统。要塑造好这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又富有正义感的鱼神，在形体动作上，应当糅合一定的鱼的特征。王文娟有一段日子，总是沉湎在鱼缸前，恭恭敬敬地拜鱼为师，潜心琢磨鱼的各种动作。艺术的灵感来自于生活，借助于艺术家心灵的体验，铸炼成高于生活的艺术品。王文娟的心血终于成了璀璨的艺术珍品，她成功了。天兵天将，苦苦要捉拿于我，你却躲避。休得伤害我三郎。将追得离开，不免得我发动洪水阻挡一人。达林是追于全剧的高潮。为了演好这组戏，王文娟与导演反复切磋，安排了一组难度较高的形体动作。然而，这又不仅仅是技巧的显示，而是鲤鱼女神为了争取爱情，在灵与肉的搏斗中的外在表演。
对每一个艺术角色，他都深深地注入了自己的心血。50多载春秋，他朝朝暮暮都沉湎于艺术创作之中。正是这种全身心的艺术体验，形成了王文娟自然流畅、平易质朴、情真意切、韵味醇厚的艺术风格，可谓腔从情中生，形为情点化。无论是王文娟的艺术风格，还是她的人生品格，归纳起来只有一个字：情。整个看起来呢，还是演得不错的。通过这个排练看啊，就是哪能使这个演员的思想环境，用自家的正确的环境来理会人物的思想环境。那么第二步呢，就通过弄这个动作，把这个思想环境传达给观众。那这一场戏呢，因为是新婚，心里非常甜啊，那不是我开心来笑，不是小朋友白相，而是要非常甜，沉在了爱情中间。啊，所以弄这个动作呢，鸟儿好，是吧？等于是双手双臂，鸟儿自由的在天空飞翔，欲比海水，对吧？只要呢把人物思想环境体现出来，那么观众就会随着演员一同进入幸福的时刻。《春香传》是王文娟的又一代表作，这是一个根据朝鲜民间故事改编移植的剧目。1953年，王文娟随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在朝期间，他和徐玉兰向当地人民求教，把异国文化移植到中国土壤中，用中国戏曲的外在形式，塑造了一个忠贞不渝地追求爱情的异国少女的美丽形象。
文娟的情，不但体现在她的舞台上，也体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。她拥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。她的爱人孙道临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。虽然一个出现在舞台上，一个出现在银幕上，然而艺术之心是相通的。在这个艺术氛围很强的家庭中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、激励与影响，不但加深了他们夫妻间的感情，而且还常常会迸发出更多的灵感，使他们各自的艺术更臻完美。弄这个钱了，这个钱弄个人好了，可以钱打开。我一般唱这个，让人唱这个面，面要唱的辰光要面的唱的高处要稍微打开。那面这个也是不要咬得太硬了，是吧？啊，松一点。与萍水相逢与子音。好啦。谁了是偏多梦。这个地方可以用点小腔调了。王文娟从20岁挑起头肩旦角起，演出了碧玉簪、盘夫索夫、范马季等优秀传统戏。后又与著名演员陆锦花合作，演出了《礼拜六》《金蝉记》等现代戏。1948年，她与尹桂芳合演了《浪淘沙》。双枪陆文龙。不久，他与徐玉兰合作，先后演出了《红狮港》《林冲夜奔》《红娘子》《是我错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西厢记》《春香传》《红楼梦》《追鱼》《则天皇后》等等优秀剧目。他们两人配合默契，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。此后，王文娟与徐玉兰似乎形影不离，他们俩的名字也是妇孺皆知了。在王文娟创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中，最使观众倾倒折服的，要算是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个清灵甜美、纤细柔弱的江南少女林黛玉。在这部融粤剧艺术精华于一炉的作品里，王文娟的表演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因而她也赢得了空前的声誉。林妹妹几乎成了王文娟的代名字。好妹妹，真是好悲伤。
涕零泪地叹息，谁不为林妹妹落泪？林黛玉的祈愿，伴着秋风，在夜空中飘逝，飘逝。而王文娟的演唱，却久久震撼着观众的心。哎，那干啥了？我来了看林黛玉文稿的地方，去吧，那个一个人去。王文娟的演唱以质朴深情见长，无论是唱腔设计、旋律变化，还是动作造型，一笑一颦，无不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，一切服从人物内心的情感表达，可谓情为情生，腔从情出，有一种曲中情未散之感，充分显示了越剧花旦特有的艺术之美。有人说，正因为王文娟以情穿腔的艺术风格，使她特别擅长表演闺阁千金、缠绵凄婉的情感，塑造一些多愁善感的女性形象。这话不无道理。然而，王文娟扮演铁马金戈、巾帼风姿的女性形象，却同样富有艺术魅力。在以李闯王起义为背景的优秀创作剧《惠梅》中，王文娟扮演了李闯王的义女惠梅。《红楼梦》中羞怯怯、娇滴滴、弱不禁风的林妹妹，变成了飒爽英姿、威武刚强的惠梅，这不得不使人刮目相看。同一个王文娟，同样的表演技巧，却塑造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艺术形象。这其中的奥秘，恐怕也只有用一个“情”字来解释了。啊
王文娟钟情于她的事业，钟情于她的艺术，钟情于她的生活，更钟情于哺育她、热爱她的人民。盛县这块养育了一大批越剧艺术家的土地，迎回了自己心爱的女儿。看这个种几天慢慢再过去一点，快点，那肯定吃啦，大家难得见面啦，难得侬难得回来个喏，我曾经那么样难得到上海来，侬回来当个戏文唱的，俺听听呀，唱的戏不老听呀，好的呀，哎，那还是要听林黛玉，还是李玉金，还是王玉珍啊？我就常欢喜听高兴一点的，哎，高兴一点呀，马丽君的呀，好的呀，那么我唱到马丽君好吧？给你唱好。花木兰，花木兰，玉带南张赴边关，万里军要与木兰须眉般，木兰队伍去中军，李军威武远帆，木兰回顾开口关，李军肩负皮娃娃，木兰金把钻，李军心把飞渡，为生命面独台，一样是家有饥，国有难，帮人婆娘到你带。为什么木兰是女是民多，李军有家不能带？为什么当年木兰受查询，今日李军吹棒？万岁！生命因公道，因上万苦结果必尽，举一反三。一个虔诚的艺术家，最热切追求的莫过于艺术的真谛，而艺术的真谛就是这实实在在的生活和这些热情朴实的人民。《红楼梦》已经写就了中国越剧史上灿烂的一页。然而王文娟仍以江南少女的纯真，以艺术家的执着，编织着更多、更美、更新的艺术之梦。这是历史，历史在舞台上。这是人生，人生在戏剧中，戏剧用人生历史，历史写人生戏剧，这是历史，这是人生，人生在戏剧中，戏剧中，人生
师潜心琢磨鱼的各种动作。艺术的灵感来自于生活，借助于艺术家心灵的体验，铸炼成高于生活的艺术品。王文娟的心血终于成了璀璨的艺术珍品，她成功了。天兵天将，苦苦要捉拿于我，你却躲避。休得伤害我三郎。是追于全剧的高潮。为了演好这组戏，王文娟与导演反复切磋，安排了一组难度较高的形体动作。然而，这又不仅仅是技巧的显示，而是鲤鱼女神为了争取爱情，在灵与肉的搏斗中的外在表演。这是一条普通的溪水，它从大山深处缓缓流来。这是一条奇特的溪水，充满着大山的灵性。它流出过王羲之，流出过谢灵运，它把千年风流镶嵌在中国的文化史上。
浙江东部的这条清澈的陕西，日复一日，默默地流淌着，流淌着。月山青月山青月水长流月山青，相映一却梦魂萦。人生百年惜百年，重回首，本惜花春秋。月水长流月山青，几代红绫几代情。人生有涯亦无涯，为花花桃李满天下。人生有涯亦无涯，人生有涯亦无涯，桃李满天下，满天下。小姑娘怎么能适应这么多的行当？奇怪的是，她演什么像什么，简直是天赋，一种不可多得的表演感觉。然而，王文娟更多的表演是带着自我特有的性格化。她是个娴静文雅的女性，因而也特别擅长于扮演朝露水晶般的纯情少女。1944年，她顶替王杏花，在剧团里挂了头尖花旦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她开始了塑造和再现中国女性古典美的艰苦历程。《追鱼》作为王文娟艺术风格的奠基之作，曾一度在中国乐坛掀起轩然大波。小姐李玉金是也，秀才长成才智丰硕，蒙他多情，每日不盼于我，他令我三夫妻俩。我为他所望什么，有无不可。
在这个美丽扑朔的神话里，王文娟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、纯情善良的鱼神。在这里，神成了活生生的人，他的悲欢，他的命运，紧紧地攫住了观众的心，使观众与之共呼吸、同命运。如果我们细细地回味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力量打动了我们的心灵呢？我们会发现，除了王文娟细腻真切的表演、娓娓动听的唱腔外，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，就是鲤鱼那颗善良而纯洁的心。这一点，正是王文娟用自己的艺术揭示的两大主题：女性纯洁善良的心灵，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。至神至怪的剧情，并非越剧的传统。要塑造好这个对爱情忠贞不渝又富有正义感的鱼神，在形体动作上，应当糅合一定的鱼的特征。王文娟有一段日子，总是沉湎在鱼缸前，恭恭敬敬地拜鱼为。对每一个艺术角色，他都深深地注入了自己的心血。50多载春秋，他朝朝暮暮都沉湎于艺术创作之中。正是这种全身心的艺术体验，形成了王文娟自然流畅、平易质朴、情真意切、韵味醇厚的艺术风格，可谓腔从情中生，形为情点化。无论是王文娟的艺术风格，还是她的人生品格，归纳起来只有一个字：情。整个看起来呢，还是演得不错的。通过这个排练看啊，就是哪能使这个演员的思想环境，用自家的正确的环境来理会人物的思想环境。那么第二步呢，就通过弄这个动作，把这个思想环境传达给观众。那这个一场戏呢，因为是新婚，心里非常甜啊。那不是我开心来笑，不是小朋友白相，而是要非常甜，沉醉了爱情中间，啊，所以弄这个动作呢，鸟儿好，是吧？等于是双手双臂，鸟儿自由的在天空飞翔，欲比黑色，对吧？只要呢把人物思想环境体现出来，那么观众就会随着演员一同进入幸福的时刻。《春香传》是王文娟的又一代表作，这是一个根据朝鲜民间故事改编移植的剧目。1953年，王文娟随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在朝期间，
他和徐玉兰向当地人民求教，把异国文化移植到中国土壤中，用中国戏曲的外在形式，塑造了一个忠贞不渝地追求爱情的异国少女的美丽形象。这一形象对越剧观众来说似乎是太熟悉了，熟悉的使人忍不住要上去叫一声“王”。可是我们会猛然想起，我们所熟悉的其实不是他，而是她。对了，林妹妹就是她。恐怕在江南地区，没有几个人不熟悉她。她就是那个碧玉天成的林黛玉，我们心中的林妹妹。不，又错了，她就是她，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。那平易质朴的旋律，显示了如此浓郁深厚的情感；那委婉凄楚的行腔，唱出了林黛玉寄人篱下、多愁善感的情怀，令人叹服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我们忍不住又要上前叫一声：“文娟老师，你好！”乡亲们，你们好！我老公你好哦！王老师，你给我请个字吧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如果能以自己的艺术感染了这么多真诚的观众，这是艺术家最高的荣誉。也只有真正的艺术，才可能把这些素昧平生的观众与王文娟紧紧地联系起来。来，学，来，准备好，来，预备，手不停的来。王文娟是50年代越院群芳谱中最璀璨瑰丽的一朵。有人评说，她是一个在中国不可多得的极富魅力的性格演员。55个舞台春秋，王文娟花出了多少心血，从而也赢得了无数个观众。最早把王文娟领入艺术殿堂的，是这位越剧界老前辈，著名的越剧演员竺素娥。1938年，他从家乡盛县带来一个13岁的小姑娘，说是他的表妹。谁也没料到，6年后，这个乡下小姑娘竟一鸣惊人，声震大上海。她就是王文娟。几乎可以这么说，没有竺素娥的引导，就没有今天的王文娟。是啊，我老师做父母把我带到上海来学习，当时呢我只有13岁。但是确实，老师是尽力的教育，
另外，我也想吃兰芳老师我就，还有呢姚三娟老师、王安华老师、尹竹琴啊，小八娘们老师都教过我戏，所以呢，我今朝有这个一年，我也不能忘记各位老师的教导。他演过童生、花旦、青衣、泼旦，甚至老生和花脸。天知道这个秀气娴静的